兄姐妹平安，平安。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你们也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续阅。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一同唱诗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同来唱新灵粮诗选第9首，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全首。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你是自有永有的神，你保护着你每位的孩子。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停止了来教会聚会，但是祈求你让我们不要停止了与你的关系。在此刻，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并且与你更亲近，更明白你的旨意。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我们一同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阿们。请坐。读经，今天的经文在约书亚记6章12到20节，由我来攻读。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7个祭司拿7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边走一边吹。第2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6日都是这样行。第7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7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7次。到了第7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器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所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前往直上，将城夺取。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祷告主做工。我们请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早上跟大家一起见面。相信大家在这样的疫情当中，我们每天都很期盼，希望我们可以有实体的礼拜跟聚会。感谢主，让我们在经历这些的疫情的当中，我们有一段时间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因为这样的时间而内心感到忧虑或担心害怕。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忍耐过去之后，必然得胜。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靠他来得胜。愿上帝祝福我们。一样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的在患难当中，我们仍然要维持我们的幽默。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件事情上面，即使在困境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用幽默的心，用这样的一个平和的心，我们来面对各样的一个患难跟各样的一个事情。上帝祝福我们。有一个弟兄，他这个太太怀孕了，然后呢，他就很不高兴，跟他的太太讲说，他说为什么你每一天都要拿着那个叫做那个耳机，然后放在肚子上面，然后给这个孩子来听呢？然后这个妈妈就跟这个弟兄讲说，他说你不懂，这个叫做胎教。好，然后这个弟兄他就说，我知道什么叫胎教，但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放那首歌叫世上只有妈妈好？
然后那个意思吗？意思就是说，让小朋友从在肚子里面就听到说，哦，世上只有妈妈好。为什么？因为让他从出生就觉得，妈妈才是好的啊。那上帝祝福我们。其实小朋友的教育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希望小朋友从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要受好的教育，要受好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的这样的教育，包括青少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塑造的过程当中，让他们走在正确的路上，到他们长大都不忘记。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心力在青少年跟儿童的身上，因为他们是未来的世代里面，他们要面对的很多事情是比我们更严峻的，是比我们更加的重要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为这些照顾孩子的妈妈们，或者是这些主日学老师，我们多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在教导上面，他们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能力，能够教导他们的孩子，到长大之后，他们仍然走在上帝的路上。愿上帝祝福我们。好，开始前我们一样举起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宣告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举起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用这个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好像教会没有聚会，好像是一个很亏损的事情。那昨天有一位姐妹她跟我分享，她说有一个漫画这样的话，他说魔鬼跟上帝挑衅，他说你看我把你的这个教堂的门给关了，但是上帝却跟他说，可是我把教会都放在每一个人的家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负面的事情，但是在负面的事情当中，往往会看到有另外一些正面的事情会发生。有时候我们可能看起来是不好的，但是上帝往往有时候从这些不好的事情上面，让我们去看到一些特别的事情。所以教堂可能会暂时停止聚会，但是教会还是仍然在聚会的。很多人会觉得教堂跟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各位，我们的这个和平2路437号这个地方叫什么知道吗？这个叫教堂，好不好？但是教会在哪里？教会在我们当中，这个叫做教会。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到这个叫做卫武营去那边做礼拜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在哪里知道吗？在卫武营，对不对？不是在这个礼拜堂，因为这个礼拜堂没有人在这边聚会嘛。但是呢，我们的地址是在这个地方，这里是大致上我们都会在这边做礼拜的。虽然这边可能会没有聚会，但是荣光堂有没有聚会？荣光教会有没有聚会？有，在哪里？在卫武营聚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这边，也许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看到，好像礼拜堂没有办法开启，但是事实上，我们就是上帝的教会，教会仍然是有在聚会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的礼拜堂不能够开放了，好像这样是一个很负面的事情。但是教会仍然是在各个地方在聚会的。早期的教会，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在聚会的地方，并不是有一个很大的礼拜堂可以在那里聚会。初代教会的信徒很多都是在家里面有家庭的聚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好像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礼拜堂不能开，好像就觉得没有聚会。其实教会仍然在聚会的。上帝帮助我们，也透过这样，刚刚我们讲那个笑话，其实也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家里有孩子，我们有青少年，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孩子跟青少年的教育看作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在家里面。谁是这些孩子们的主日学老师？谁是这些孩子们的青少年的这个辅导？就是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只有说我来教会，我丢给这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这样老师就会帮助我带这些孩子。当然我们很希望是这样，我们很希望孩子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受到儿童主日学的这个老师的教导，或是我们青少年辅导的带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家长，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他们的第一个老师，第一个辅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虽然教堂停止聚会，但是教会是仍然在聚会的。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停止。所以，虽然是教会在这里直播敬拜，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天要活出那个敬拜的生命。
所以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才叫做做礼拜敬拜，在家里我们也在做礼拜。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那个敬拜是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只有在哪一个时候才叫做敬拜或是做礼拜的时间。我们的每一天都可以成为敬拜的时刻，而不是只有在礼拜天的时候。很多人只有在礼拜天来做礼拜的时候才敬拜上帝，才跟上帝祷告，才读圣经。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一个礼拜才读它一次。那各位知道蔡琴有一首歌叫做那个读你，知道吗？他说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其实很多人把它当作是流行歌，但是其实它原本的歌是用来做读圣经的歌曲，很多人并不晓得。写那首歌的作者，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希望用读圣经的那样的一个喜悦，能够来学习怎么样来读上帝的话，是一个喜乐的事情。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才来读圣经、祷告，才来这边敬拜，而是每一天我都能够成为敬拜的时刻，每一个时刻都能够成为敬拜的时候。所以直播礼拜很重要，但是我们每一天要活出那个敬拜的生命是更加重要的。所以为你的每一天来祷告，为你的今天祷告，每一天让我们都成为敬拜上帝的日子，敬拜上帝的时刻，把我们的职场变成敬拜上帝的地方，变成上帝祝福的地方，让我们所在的地方或是我们的家庭也成为敬拜的地方，我们跟朋友群在一起的时候也能够成为敬拜的地方。最近有一位姐妹分享一个事情，说他们的家庭聚会一个很美的事情，就是他们家里面开始聚会的时候，每个人就开始拿起圣经来读，让他们的家里面的聚会从过去每一个人只是聊天而已，开始变成家庭里面有读经的这样的时刻，这也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在家里面有一起这样长期的时间的相处，我们也许可能跟我们的家人很少讲话，很少有谈话的时间，但是透过这样的疫情的时候，让我们反而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互动跟交通。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时间，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有时间在这个家里面，或是跟我们的家人一起在家里面有这样的分享的时刻，这是很美好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所以当我们在每一天工作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天工作的时间占我们非常多的时间，但是你有没有为你的工作来祷告？当你在工作的时候，当你在职场的时候，当你在上班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为你的工作来祷告？很多人说，那我如果没有上班的人，比如我是家庭主妇，或是我如果是已经退休的人士，那我可以在哪里祷告？我们可以在家庭祷告，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家里面来祷告，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上帝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家人、把我们的家庭看作是我们的禾场。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禾场里面来为我们的家人守望祷告，为我们的家人来代求。所以今天你为你的工作祷告了吗？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开始来为你的工作来祝福。你可以为你的长官来祝福，为你的下属来祝福，为你的同事来祝福，让他可以跟你一起工作的时候是蒙祝福的，是蒙上帝看顾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所以生活的挑战也许很大，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是比我们的挑战要更大的。上帝掌管我们的一切，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相信每一个时刻都有他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让工作能够更加的顺利，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有几次我在伊甸基金会早上去带晨祷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你要祝福你的同事成功。那很多人听到这个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要祝福我的同事要成功？那我就跟他们解释，我说，因为如果你的同事成功的话，他可以完成他今天的工作，他就不会把他的工作留给你做。如果今天他生病，如果今天他没有办法完成工作，那么谁要做他的工作？就变成是你可能要去代替他工作。所以你要祝福你的同事成功，你要祝福你的同事可以完成他的工作，这样你的工作就可以轻省。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祝福别人的时候，反而我们自己可以得到更大的祝福。所以生命的挑战，生活的挑战也许很大，但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是比这一切的问题都更大的。上帝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的难处，胜过这一切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跟我们接续在我们复活节前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进度是有关系的。我们在复活节前的时候，我们读到了约书亚记。那各位如果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当然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住了旷野
40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我们可以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进到迦南地，当然第一个要面对的功课就是约旦河的事件。所以各位如果在上一次听到讲道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说，约书亚进到这个迦南地的第一个拦阻是在那个约旦河的地方。他说，上帝透过一个信心的功课，让他们进到学习到信靠上帝，所以透过祭司的脚踏进了约旦河里面，以至于约旦河的水分开，让百姓可以走过约旦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第一关是凭着信心走过去的。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说第一关过了，那应该后面应该就容易了。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第一次的成功之后，后面才是开始你真正要面对的时候。所以，约书亚带领百姓过约旦河之后，他们第一个要面对的事情就是怎么做，我们才能够去拿下这个城。怎么做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地方？怎么做我们才可以去拿到这个地方？所以怎么做才是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到一个状况，就是我这一次成功了，那下一次呢？下一次我们可能就忘了说我们前一次的成功是怎么成功的，所以以至于我们还在筹备说，我们下次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我们很多时候忘记说，我们是凭信心进到这样的情况，而下一个工作、下一次的面对也是一样要凭信心的。所以我们常常是，这一次凭了信心，下一次可能又觉得，我应该要照着自己的方式来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属灵伟人或是属灵前辈，他们就比较厉害，并没有，他们也在心里挣扎什么，要照谁的方法，要照什么方式做？是不是我应该要带着这些的军人，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去打仗？约书亚他可能在那个时候，他想的东西是很多的，他可能预备好，是我要当军队的领袖，来带领这些的以色列人要来攻取耶利哥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见，约书亚他当时可能觉得我要预备好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说，万万没想到，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的不一定是要我们去完成这个事情，有时候上帝是透过别人来做这个事情，透过别人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一个事情，是上帝有时候往往做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好像事情是很困难的，然而上帝掌管每一个细节。当我们愿意把每一件事情交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上帝必然能够成就许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记得以前我在专科学校念书的时候，我们因为教会是学校是教会学校，所以往例我们每一年都是要办那个叫做布道会的。我的学校在淡水是那个真理大学的前身。那后来因为学校就是因为基督徒并不是在里面是占多数的，虽然是教会学校，但是基督徒不是占多数的。但是往年来说，我们都是会办这个叫做布道会的。那后来为了要办布道会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压力很大，因为前面的人没有留下太多的资讯，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大家要开始要去预备，想说要去建立，要去怎么样去做这些的事情。各位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叫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次级团体叫做团契，知道吗？好，所以学校里面叫做校园的团契，对不对？学校的团契。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就是比如说像一个小组或是团契比如说这个松柏团契或者是什么样的团契。各位，有时候团契要去做一些工作的时候是蛮困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数不多，我们要去完成一个很大的工作，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后来在学校里面，我们要准备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布道会的时候，开始有很多的意见就会进来。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们人数很少，所以我们干脆办个那个福音茶会就好了，我们干脆办个餐会就好了，我们办一个小型的聚会就好，不要花那么多钱在那样的一个地方。”为了这样的一个布道会，很多人有意见，很多人有一些想法，很多人有很多的这些的事情，觉得很多的建议。到最后，甚至因为要工作的关系，所以变成是大家在那边，这个互相的责备、责骂，认为对方做得不够好，或是对方做得不是很恰当。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她是刚信主的，她刚信主没有多久，然后她在那个同工会的当中，她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她说：“我们团契是
我们一团人在这里生气呢，还是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话去做呢？你知道，一个刚信主的人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是很不容易的。而我们在那边讨论的人，很多都是很资深的基督徒，我们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教会里面很活跃的，但是在那个当下的当中，大家突然愣住了，是一个叫做刚信主的姐妹，一个没有人很注意她的一个姐妹，居然会去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说我们团契里面是一团人在这里生气，还是我们应该要往前走，照着上帝的话去做？所以后来当我们把这个布道会办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开始去觉得说，好像我在这个地方付出很多，付出什么样的工作的时候，很少人去注意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姐妹，其实她统合了所有的人的想法，以至于能够在那边把这个事情完成。所以有时候上帝不见得要用很伟大的人，上帝有时候不见得要用很出名的人，上帝有时候反而用一个叫做不是人注意到的人，却反而去做了这个奇妙的事情。所以约书亚他也在面临一个事情，是我要去做吗？还是上帝用什么方法，或者是我应该要怎么去做？我应该要调集军队，我应该要调集所有的人来去做这些事情，还有按照谁的方法？是上帝的还是我的？各位如果看圣经里面，在约书亚记的第5章的地方，约书亚在那里踌躇不定的时候，突然间他看到了一个天使，一个异象，一个军人拔着刀站在他的面前。这个人他自称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约书亚在那个地方，他终于晓得一件事情是，我以为是我自己要做，其实是上帝要为我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事实上是上帝反而透过一些的事情改变，让我们去看到上帝的作为是奇妙的。所以后来约书亚在这个地方里面，他在那里做了一件事情，他顺服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5章15节的地方，如果各位有圣经或是我们的 PPT 上面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约书亚记5章15节的地方。他这里提到说，我们一起念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书亚本来是要自己带刀去打仗的，可是后来他发现，不是我的方式，是上帝的方式。上帝透过他的军长，上帝透过他的元帅，要来带领以色列人，要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当然用的方式跟我们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人为的方式可能就是我要带刀去打仗，我要去做这些事情，我要领导一群人去抢夺这个城市。但是上帝的作为却是奇妙的，上帝却透过了这样的一个经历，让约书亚知道我应当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后来他们用的方式，各位可能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去看到，他们用的方式是绕城的方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过历史的话，从来没有人打仗的时候是像他们这样绕着城墙去打仗的，没有人去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除非你头壳坏了，要不然不会有人要去做这种事情，说在人家的城市前面绕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告诉上帝说你应该做什么，其实是我们应该要问说我应该做什么，来顺服上帝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去指导上帝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跟上帝说，你应该要帮我做这样，你应该要帮我做那样。最近有一个姐妹来分享她的一个信仰经历，她说我每天祷告很长的时间，我跟上帝祷告，上帝应该要听我的话，上帝应该要照着我的方式去做。我说亲爱的姐妹，其实不是我们要求上帝照我们的方式，是我们要照着上帝的方式去做。不是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要照着上帝的方式去行的。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期待有新的事要发生在我们当中，一定有事情要发生在我们当中。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记得15年前我在马祖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马祖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才刚买完北竿的教会。各位知道，其实购堂跟建堂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在马祖的地方，我们有4个乡5个岛，有5个岛在那个地方。那在那个地方，除了有一个岛是国语礼拜堂在东引岛以外，那我们卫理公会在南竿跟北竿各有一个教会，但是还有2个岛没有教会。
后来上帝透过一个奇妙的事情，是差派了一个宣教士，然后到莒光岛，就是2个没有教会的岛，去那边开拓教会了。那后来我们在一次祷告会的当中，我们马祖教会的执事，他们就在那里在讨论这个事情。他们讲了一个话，他说：我们以前为这个马祖的4乡5岛祷告，希望5个岛都能够有教会，可以做礼拜，可以聚会。他说我们只是祷告了10年，我们其实心里面都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反正就是一个祷告聚会，我们就是来参加一个祷告聚会。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上帝突然就把事情就成就了，就一个宣教士，一个卫理公会的宣教士，然后进到这个莒光岛的地方，把东莒跟西莒2个岛连接起来。所以在那个时期里面，我们在马祖的教会里完成了4乡5岛都有教会的聚会。但是那个时间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所以我们的执事们他们常常问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祷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期待事情会发生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上帝就突然间把事情就成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自己来成就这个事情，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不是要问上帝说你要照着我的方式，而是我们要照着上帝的方式。所以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圣经16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这段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1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一起念来。到了第7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他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人打仗是用这种方式的，没有人打仗是在这个人家的面前喊大声，然后就可以赢人家的，不一定会这样。但是上帝却透过一个事情，就是让以色列人透过呼喊，不是用刀剑，是用呼喊的方式，然后让他们来得着这个城市。各位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学科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的研究的东西，包括研究历史的部分，有一个东西叫做考古学。那有人去考古过那个耶利哥城的地方，各位其实有很多人去考古那个地方他们的状况。有人去考古过一个状况，就是耶利哥城的倒塌是向外倒的，不是向里面倒的。各位知道那个差别在什么地方知道吗？向里面倒表示什么？这个墙是被外面的力量给攻进去推倒的。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墙是向外倒的，意思是什么？是上帝透过在里面工作，把他的城市打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做的事情不是让以色列人冲锋陷阵去推那个城墙，而是什么？上帝在里面把那个城墙给倒塌了，让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可以上去做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费吹灰之力，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自己的工作将会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上帝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很轻省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做的事情不是按照我们的工作计划，而是上帝要成就的。所以事情会成就，不是按照我们的计划，而是上帝的作为跟上帝所行的事情。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能力很强，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是上帝的作为，让我们可以看到是上帝的工作在这当中。10年前88水灾的时候，我跟我们家师母去嘉东开拓一个布道所，开拓一个嘉东的这个布道所。各位，其实在水灾的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教会投入在嘉东那个地方，东港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是沿海的区域，是这个淹水很严重的地方。我跟我们家师母是2个人下去的。各位，其实在我们当时的时候去救灾的人当中，我们是人数最少，我们只有2个人。里面大家知道有很多教会去救灾都是几个人，知道吗？就我知道是高雄的牧灵行道会大概200人投入，然后那个在林洛屏东的林洛长老教会，他们大概有20几个人，时常在嘉东那个地方进去做这些的服事的工作，但是没有一个单位可以进到学校里面去做那个叫做生命教育的工作。那特别里面有一个国小叫做问子国小，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嘉东的话，问子国小就是意思是它是在那个比较沿海的地方，温纳问子国小。那个时候的校长是一个一贯道的信徒，所以他禁止任何有关基督教的东西进到这里面去。那时候
我们家只有2个人，其实事实上是更困难进去到那个地方。有一个基督徒的老师，他就主动的跟我们联系说，你们可不可以进到学校里面来，让我们的晨光时间可以给小朋友带这样的一个晨光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妈妈的时间。那我跟我们家师母就说好，那我们就过去这个地方。所以后来透过这个老师的这样的带领，我们是第一个进到问子国小里面去带这个生命教育的教会的团体，甚至我们在那里带了2班的学生，在那里能够带生命教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200个人做不到的事情，20个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上帝透过2个人能够做到。不是我们比较厉害，不是我们比较人家资源多，事实上2个人没有什么资源，但是凭着什么？凭着上帝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事情的成就不是出于我们的计划，是上帝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的。好，所以我们来念一下第20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经文20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来。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亲爱的弟兄姐妹，呼喊也是祷告的一种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忘记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呼喊祷告的时候，上帝要为我们成就奇妙的事。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要来得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在上帝面前，在这个城市的面前，他们在那里大声的呼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城市，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百姓来呼喊祷告，求上帝来做奇妙的工，让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让那些高墙可以倒塌下来。上帝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当以色列人他们顺服上帝的带领的时候，上帝就做奇妙的事。但是前提是他们的领袖必须要顺服上帝的带领。约书亚顺服上帝的带领，以至于以色列人顺服约书亚的带领，上帝就成就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自己成为领袖的人，要先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能够顺服上帝的带领，不是照我们的方式，是按照上帝的方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祷告，上帝要成就奇妙的工在我们当中。透过祷告，上帝要做新事在我们的当中。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只是祷告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要期待有事情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透过祷告，上帝为我们的一切来做祝福。上帝透过我们的祷告，他要祝福我们，让我们一切都能够得着他的恩典，他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所以祷告是我们的任务，完成工作是上帝的责任。所以不是我们要去帮上帝做这样的工作，是祷告才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个任务。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尽我们的工作，但是完成是在上帝的手中。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是没有信心的。当然牧师不是说要责备弟兄姐妹，因为我自己也常常会这样。知道有时候牧师常常带弟兄姐妹去病房探访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病人面前祷告，然后为他祝福，希望他病得医治之后，我们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出来到病房外面的时候，就开始在讨论说，这个大概是没救了，这个大概是没有办法了，这个大概是医不好了。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会是这种负面的想法，在病房里面是凭信心祷告，但是出了病房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一切好像都不可能会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能不能成就是上帝的功，但是我们的责任只有为他祷告就可以。所以不是我们要去代替上帝做什么，好像觉得我为他祷告，他就病一定要好起来，并不是要这样。但是祷告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为弟兄姐妹祷告，为他来祝福，但是成就工作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以祷告优先，能够在我们各样的事情上面，把我们所在的地方成为一个祷告的祭坛。所以无论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或是我们在坐那个巴士的时候，或是坐客运的时候，或是在任何地方在交通的当中，不是只有听音乐，或者是只有在看手机。让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工作，就是在那个当中，我们把这些放下来，然后我们让我们所在的这个汽车，我们所在的轿车里面，我们所在的公车的地方，能够成为敬拜的地方，成为祷告的地方。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任何的地方，
尊主为大，让主做我们的这个一切所有的主，让他来掌管所有的一切。所以有一个弟兄，他是开计程车的，他有次跟我分享，他说他在开车的当中，他就放诗歌，然后他在那里听诗歌，然后边听边祷告，在那里当他要去载客人的时候，他就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的计程车成为祷告的祭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让你所在的地方成为祷告的地方，让你所在的地方成为你在工作的当中，让上帝优先在你工作的里面来做奇妙的事，以至于你就会发现上帝做奇妙的事在我们的当中，他所作为的都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里面要学的功课是，第一个，透过祷告我们让上帝来做工在我们的当中，不是我们要多一些工作，而是让上帝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很多，但是我们却祷告很少。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开会很多，祷告很少；我们培训很多，但是祷告很少。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成就，不是我们准备了多少，而是上帝要成就这样的事。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敏锐他要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祷告不是只有我们单方面跟上帝说话，所以很多人误会说，是不是我们一直要跟上帝撸什么样的东西，或是一直要跟上帝祷告什么？其实不是，有时候聆听也是一个最美的祷告。所以刚刚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约书亚他后来听到上帝对他的说话，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用绕城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听也是祷告的一个方式。除了我们可以跟上帝说话，学习聆听也是一个很美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听上帝对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能够来照着上帝的话来行。有一个旧约很有名的先知叫做这个以利亚。以利亚当他在工作完成的时候，各位，一个先知打赢450个先知，应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事情。但是到后来，他后来变成是信心也软弱了。所以刚刚提到说，一次的成功不代表后面你就会成功的。所以到那个时候，这个以利亚他已经精疲力竭，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走下去的时候，后来上帝带领他到一个山上去，并且在山洞的里面，圣经里面提到说有风有火有地震，但是上帝并不在那里。在风火地震之后有微小的声音，那个微小的声音才是上帝对以利亚的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最美的祷告不一定是要讲很多，而是我们要安静听上帝对我们说话。所以祷告是我们的责任，然而成就是上帝的工作。昨天我们有一个姐妹，她邀请我去他们家为她的妈妈来施洗。我讲这个见证其实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就要怎么样的去为我们的家人做些什么，但是事实上她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就是这个姐妹她持续不断的为她的妈妈来祷告。那昨天她的妈妈终于在家里面受洗，虽然是因为在生病的状况当中接受的，但是却是上帝很奇妙的作为。这个姐妹她后来讲一个见证，她说长久以来她的妈妈并不信主，虽然爸爸是基督徒的家庭。她说妈妈不信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一个90几岁的这个婆婆常常给她压力，所以她一直以来她是没有接受这个信仰的。但是到她后来生病的时候，她才发现到说她的生命当中需要上帝来帮助，因为如果不是靠上帝，她是走不下去的。所以后来昨天我们为她施洗的时候，这个姐妹她自己做见证，她说妈妈我们已经传福音给她很久的时间，但是她始终没有接受。但是感谢上帝，虽然透过的方式是这样，但是至少妈妈做了一件事情，是她做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决定，愿意接受耶稣成为她的救主。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常常觉得说，好像一直祷告看不到尽头，但是祷告是我们的责任，成就工作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只要尽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不是我们要去取代上帝的工作，而是尽我们的责任来为这个事情祷告。好，第二个就是我们透过祷告来相信上帝是有办法的。上帝的办法不一定是照我们的方式，不一定是照我们的方法，但是上帝一定是有办法的。所以透过祷告，我们相信上帝一定有奇妙的作为在这当中。好，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工作很多或是侍奉很多，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工作，更多的侍奉。有一个属灵的伟人叫做马丁路德，他这样说：因为工作侍奉很多，所以我每天必须要花3个小时的时间来祷告。很多人会以为说啊，我们已经工作都没有时间，怎么祷告？其实工作越多的时候，更是越需要祷告的时候。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属灵伟人的工作，他们不是用更多的时间去工作，而是他们让上帝来工作，他们让上帝来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很多人在讲讲解经文的时候，常常会说如鹰展翅上腾。各位如果看过老鹰在飞的时候，应该会知道，老鹰不是靠它的翅膀奋力的往上飞，它是做什么？它是让风来带领它，让它能够飞翔。所以小麻雀才需要靠着这个翅膀的震动很频繁，然后让它自己可以飞起来。但是大的禽类，它们却是靠着风的力量来进行的。所以靠着风的力量的时候，反而是可以很顺利的、很快的可以飞得更高更远。靠自己的努力，你只能够做一段时间的工作。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靠的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而已。当然人也要努力，只是我们更需要依靠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上帝如果和我们同去，我们就没有难成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你的每一天有上帝同行，让你的每一天有上帝同在，让你的每一天有上帝跟你一起工作。不是把上帝放在一边，礼拜天的时候上帝我才跟你见面，然后平常工作的时候就把上帝晾一边。我们在平常工作的时候，生活的当中，也让上帝做主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说：主啊，我现在正在工作当中，请你跟我一起来完成这个工作。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上帝一起工作，而不是我们自己去做这些的事情。好，第三个，透过祷告让上帝来得荣耀。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念主祷文的时候，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愿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就，让上帝得到尊荣。所以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也让上帝来得着这样的荣耀。不是我们来取代上帝的工作，是让上帝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祷告不是要强化我们所求的，而是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要让上帝工作在我们当中，而不是我们要上帝照着我们的方式。所以最近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说我跟上帝祷告，上帝一直没有听话，上帝一直没有听我的祷告，上帝没有听话。我说其实是我们应该要照上帝的意思，你要放下的是自己的，而不是要求上帝来听你的话。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的祷告，他是这样说，他说：主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上帝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要上帝照我们的意思，而不是我们照着上帝的意思。所以祷告不是强化我们所求的，而是要放下我们的意思，让上帝的旨意来成就跟成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我们可以去为别人做的？当我们希望让别人可以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其实最需要的是我们要跪在上帝的面前，为这个人来祷告。所以先跪下才能够帮助人站立起来。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帮助我们的家人，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帮助我们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站立起来，但是我们需要先为他们来跪下祷告。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不是改变上帝的作为，而是我们改变自己的心意，让上帝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做事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而是按照上帝的作为。2年前我还在桃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在他的太太来聚会的时候，他都是把他太太载到门口，然后他人就跑了。他觉得他不应该进到这个礼拜堂里面，他只是任务就是把他的太太接到这个礼拜堂去的。但是后来他的太太因为一直不断的为他的先生祷告，突然有一天，这个先生他就自己踏进了这个礼拜堂的门，然后进到里面来。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但是因着这个姐妹她不断的为她的先生祷告，后来她的先生在2年前的时候就信主了，而且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对他来说是一个奇妙的事情。这个年轻人，这个弟兄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当基督徒，因为我一直认为我要继承我家里的香火。各位知道那个台湾人都会要继承那个家里面的那个神主牌位香火，他说我应该是要继承这个东西的。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今天居然可以站在这个地方，甚至到现在，到今天的现在，他连他的爸爸还有妈妈也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上帝是凡事都能，不是我们。可是各位要知道说，这个姐妹她为她的先生祷告多长的时间？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希望别人可以站起来的时候，我们需要为他先在上帝面前献上跪下祷告的代价。所以祷告不是要改变上帝，祷告是要改变我们这个祷告的人，让我们顺服在上帝旨意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希望事情要改变，希望事情要成就，要更多的祷告在这当中，不是只有祷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你要期待有事情要发生在我们当中，要求上帝做事，而不是我们做事。上帝要透过我们做奇妙的事，但是我们只是把我们自己献上。上帝做事是他的工作，他自己要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上帝祝福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为教会来祷告，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更具有影响力的教会。每次从大门进来的时候，我都会看到我们教会的大门口有一个叫做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教会。期待我们的教会能够有影响力，那么我们祷告的力道要更多的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不是自然而然的发生，而是上帝透过我们的祷告祈求，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得着这个城市。以色列人他们得着耶利哥城，不是因为他们武力很强，或者是他们刀剑比人家厉害，而是他们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游走行走，或是去购物，或是去哪边做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经过的地方，我们也在那里绕城祷告，好让那个地方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改变，新的这样的不一样的状况。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城市改变，让我们的国家改变，以至于整个世界能够因着祷告能够有一些的改变，让上帝的工作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做奇妙的事。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能力有限，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做什么。主啊，我们撼动不了许多我们撼动不了的事情。主啊，这个城市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所做不到的。主啊，我们不是一群大群的人，我们不过是小群，我们不过是一群软弱的无力的人。但是主，你要成就奇妙的事，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愿你施恩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顺服在你旨意的里面，不是我们规划自己而已，而是主你透过我们所做的工作，主啊能够来祝福许多的人。但是让我们在做这些工作以前，先在你面前跪下来祷告，帮助我们更多祷告的侍奉在你面前，而不是更多的计划或是规划。让我们把一切的工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说信上帝所差来的就是做你的工作，帮助我们，让我们信你做的工作必然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在
箱，你们可以来教会把你的贡献投在福信箱，或者是用汇款、划拨、网络银行的方式。然后周报的第一页都有教会邮局的账号，弟兄姐妹参阅。在教会消息，今天是复活节第2个主日，欢迎参加聚会跟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们。那教会至4月5号到19号连续3周，主日崇拜是采线上直播的方式。那你可以在 FB 里搜寻高雄荣光堂或是卫理荣光堂，然后连结就可以进入来收看我们现场的直播。那4月26号是否恢复实体的聚会？那我们会在22号星期三召开临时执事会来决议。那我们会以赖群组来通知大家。那也请大家留意这样的通知，以及当天有服事的同工要特别留意这样的讯息。那礼拜4晚上7点半到8点半有查经祷告会，那也是网络线上直播。查经的内容是希伯来书9章1到14节，也请上教会的 FB 观看。那停止聚会的小组可以参阅教会提供的灵命日粮马太福音来做灵修，并且也可以以建立基督更亲密的关系，或是牧师会po在各小组，牧师也有一些影片讲解的课程，然后大家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为教会有足够经费支持网络直播事工，以及改变新的牧养方式来祷告，也为着弟兄姐妹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受疫情的影响来祷告。再来肢体消息，为安平5月2号跟3号2天的普测，以及盛会的儿子校义6月检查考试来代祷，也为王神波波将在4月25号高雄市立殡仪馆举行追思礼拜，请为家属一族的安慰祷告。请大家为身体不适的李百芳姐妹右手脱臼的恢复，以及张桂马喉咙声音的复原，以及兔妈妈摔伤骨折的复原，还有杨之华脊椎手术、仅存正颌手术后，以及穆恩血小板指数稳定来代祷。我们要为着美满的婆婆以及祝华师母的母亲身体复原，以及周老师的身体复原一同来代祷。请起3一颂。普天之下，划过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共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我们请牧师来祝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我们仍然身体强壮、健康，靠主喜乐得胜，工作、生活、家庭一切蒙恩保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